國際地緣政治波譎雲詭，中東戰火未息，能源價格飆升，全球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性。但係喺呢個陰霾滿佈嘅大環境之下，香港卻交出一份令人振奮嘅經濟成績單。從出口、消費、就業到資產市場，多項經濟指標持續改善，特區政府嘅財政狀況亦都明顯好轉。呢啲實質數據清楚說明，香港經濟發展持續向好，勢不可擋。根據最新公佈嘅數據，香港經濟喺2026年第一季表現亮眼。喺出口方面，受惠於全球對電子產品嘅強勁需求，首季商品出口貨值按年急飆32%，其中對內地同東盟市場嘅出口增幅均超過30%。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長17%，再創新冠疫情後季度新高，總數達到1430萬人次。另外，零售市道明顯回暖，首兩個月零售業總銷貨值按年上升11.8%，連續第10個月錄得增長，顯示本地消費信心正係穩步增強。勞工市場方面表現同樣穩定。今年第一季經季節性調整嘅失業率降至3.7%，較舊年第四季嘅3.8%有所改善。本港全職僱員嘅平均每月就業收入亦都按年上升3.2%，反映市民都能夠分享到本港經濟持續發展嘅成果，經濟體感溫度不斷上揚。喺資產市場方面，雖然受中東局勢影響，恒生指數一度調整，但目前已經收復失地，日均成交額超過2700億元，遠高於舊年第四季嘅2300億元。更值得留意嘅係，本港今年首次公開招股市場嘅首季集資額達到1100億元，全球排行第一。目前仍然有大約500間企業排隊上市。至於住宅物業市場方面，亦都延續量價齊升嘅趨勢，首3個月樓價指數累計上揚大約4%，連漲10個月，較舊年嘅低位反彈近1成，顯示市場信心逐步穩固。整體經濟表現佳，政府嘅財政狀況亦都自然越嚟越好。最新公佈嘅2025-26年度臨時財務狀況數字，政府綜合盈餘有112億元，較修訂預算嘅29億元大幅增加83億元。呢個主要受惠於利得稅、印花稅同地價收入均高於預期。財政儲備喺2026年3月底維持喺6655億元嘅穩健水平。另一方面，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宗數亦都較上季大幅減少。今年第一季末，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宗數係11424宗，較2025年第四季末嘅21304宗下降46.4%。呢啲負資產個案主要涉及銀行職員嘅住屋按揭貸款或者按揭保險計劃嘅貸款。呢類貸款嘅按揭成數一般較高，顯示樓市調整未有引發系統性風險。上述各項數據清楚證明，香港經濟已經全面回穩，表現穩步上揚，社會發展動力正係拾級而上。不過，面對國際油價急升同地緣政治局勢緊張，政府亦都唔會盲目樂觀，一直密切留意最新發展，適時推出支援措施，減輕外圍因素對本港社會造成嘅影響。例如因應中東戰爭導致油價上漲，當局早前迅速推出針對性、有期限嘅支援措施，包括預計18億元嘅柴油補貼同埋政府隧道收費減半，以減輕運輸等高燃料成本行業嘅壓力。最近石油氣價格受到中東戰事影響而被迫加價，直接影響到小巴同埋的士等市民常用嘅公共交通工具嘅營運。政府於是建議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埋學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子嘅液化石油氣燃料補貼，預計今個月內推出，涉款大約3800萬元。香港經濟表現全面回暖，但係特區政府並唔滿足於短期嘅經濟復甦，更加積極謀劃長遠發展。
國家15+5規劃綱要首次加入支持香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明確支持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為咗積極對接國家戰略，將中央賦予嘅新定位、新功能同新任務轉化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改善民生嘅具體成果。各個政策局正係全速編製香港第一份5年規劃，預計今年內完成。作為本港未來嘅主要經濟發展引擎，北部都會區嘅多個產業園區，包括河套香港園區、洪水橋廈村內嘅片區開發，同埋沙嶺數據園區等項目，均已陸續入伙、動工或者招標，顯示政府正係務實咁將規劃轉化為行動。發展局為咗加快北都發展，訂立專屬法例嘅建議，早前已經展開正式公眾諮詢，並且計劃喺今年年中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同時，特區政府亦都積極推動各類大型金融、創科、文化藝術同體育盛事喺香港舉行，吸引更多高增值旅客訪港，為本港經濟帶嚟提振作用。事實證明，香港經濟喺多個領域都持續向好，政府財政穩健，社會信心增強，長遠規劃清晰可行。國際上雖然有各種不確定性，但香港喺國家支持之下，正係以實質成果道出無法改變嘅鐵一般事實，就係本港出口、消費、就業、股市、樓市、財政等所有關鍵指標都穩步向前邁進。未來只要特區政府繼續堅定推動改革，把握國家機遇，發揮自身優勢，香港嘅發展前景只會更加亮麗。本港每項堅實嘅經濟數據都向全世界譜寫香港未來發展嘅華章。